拄则听到就是永联基金会执行长刘佑堂上新的讲法。咱拄则嘛听到大家真关心的，就是问到刘佑堂讲到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也搁有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含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到底三个人什么时阵会见面？见面敢有进一步的合作？咱刷来要来听的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伊昨昏接受访问时嘛讲到，伊上届支持的就是郭台铭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咱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原来是这样的，我还是这样，柯文哲还是柯文哲嘛，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就比方说我们对大陆方面会表达善意嘛，但是也不见得说，每一局都要听你的啊，对不对？所以是台湾主理性，我们还是要确立嘛，这是我的态度，就这样。中国曾经要你讲什么，你不愿意？不是中国的，就说这样讲吧，不要这样讲，不要说中国的代理人在叫我们讲什么。我讲这个作为台湾的主理性，我们还是要注意嘛，就是说我们不见得每一件说我们会表达善意也可以商量，但是不见得说哇，你每一件要这样讲，我们都要听你的，这不可能。你是建议郭董要舍弃对岸的事业吗？不是的，这个是这样的，郭董如果要选的话，你知道，我猜的民进党贴他标签，一定贴他董建华2.0嘛，就说这个是一个因为他还是有庞大的资产在中国但同样道理呢，所以说我跟他有地方不一样，就是说我是美日中都可以接受，但是跟美日中都没有瓜葛，因为我又没有财产的，他是美日中都可以接受但是跟3个国家都有很大的瓜葛就是说我那个都有很大的利益在那一边，特别是美国还要投资很大一笔那中国它本来就有很大资产在那，所以这个是他要去怎么去跟社会说明处理不然这个就变成那个打选战最大的罩门嘛。但就算这样，你还是首选是郭吗？但就算这样，你首选还是郭吗？首选还是郭吗？没有啦，就是这样，选举是还是个动态的嘛，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嘛，他说一样嘛，所以我才在问嘛，小英当会怎样？韩国瑜当会怎样？但是很多东西历史的事情是事后才能知道嘛，你在事前，但这种事前。叫 best guess 最佳猜测，说最佳猜测要做一个理智的人类，他们透过他们的论述或者说他们的言行就是言论跟行为，那我们做一个判断嘛。但是这样的很多事情，也许事过境迁，10年、5年后去看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也有可能但是这样嘛，我们还是只能做最佳的猜测。但他赢过，他赢过。但是你的说法更像是借由拉抬郭台铭来拉抬自己。也不会就是我昨天在讲一个笑话呢，就是说，如果柯文哲不选那2党的初选是不是要重办？因为你们一开始拿我去当对照，那个叫对比嘛，对不对？如果我不选，你们这2个党的这个初选不变成笑话一场？像郭台铭赢过英韩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是你的首选？其实这样的这个叫这个我们不是说他一定赢过，我讲过，他郭台铭还是很多缺点嘛。不过有些大的小缺点是这样的，比方说会骂部下啦、丢东西这个坦白讲，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以前在台大当教授也是东骂西骂，大致这样的。所以我是讲嘛能力可以后天训练，就是说这个你不会随便骂人，这我妈妈从小时候就告诫我的。所以像我现在就比较不会骂这个什么暴怒啦对属下在丢东西暴怒这个现在就不会嘛，对不对但是所以这种东西是可以学习的，但是有些像我就说这种小缺点，我认为就改正就比较快了。但是那种比方说你这80万员工在大陆，你这些没有改过来，这个就是大问题这个比较大的个人的一些行为小行为，这个比较容易改。虽然你跟郭台铭说。